那当然呢，最近在我们的官方的 IG 上面呢，大家有一个疑问啦，就是说，我们好像有一个 GOAT 这个人，还有一个人要比我更加重磅的加入，大家都在猜这个是谁，还有人更荒谬的猜会不会是林书豪，或者是志杰有没有要转队？因为志杰其实他也年纪大了，所以我们也是把他要转队的这个许可，把他退回去这样。所以现在我就来介绍这个 GOAT 他到底是谁？他就是我们台啤英雄篮球队新任的总教练杨志豪，豪哥，欢迎豪哥。GOAT 这个够了，但是这个姓杨刚刚好。对。好的。知道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大家好。但是今天看到我们联盟的甲凡哥在这边，我就先大放厥词了，免得他就是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好像虚操骨啊。是。而且当然，我们去年在 SBL 我们创下了史无前例的20连胜的佳绩。那但是当然 T1 职业联盟整个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尤其我们现在又说是处在一个高处盛寒的状况，大家都想把我们拉下来。那我们就先不要这么操苦，客气。对，就稍微客气一点。我们就例行赛至少肯定确定例行赛我们会拿第1名这样子。例行赛的冠军的意思吗？是，例行赛第1，排名第1这样子。排名第1。那冠军的话，就因为也先让甲凡哥稍微对不要有一点那种不好让跟球迷交代，所以我们就冠军我们就先不讲这样子。例行赛第1名，可是各队其实都会喊例行赛第1名，你有没有什么要证明说你口说有凭，你真的很有信心球队例行赛第1名？如果说例行赛，问大声，就如果说我们例行赛我们可以拿到第1名，我就拜托董事长，就是在季后赛的第1场比赛，发给我们全场的球迷1人1罐台啤，然后一起干杯这样子。1人1罐台啤。气啊，雄鸡啊，这样子。对。哇，董事长在台下，我看好像有点瑟瑟发抖啊。应该没有吧？没有，董事长爱都 OK 的，好不好？好，我们请董事长稍微上台来，有没有要接我们 RGM 这个？是，这个当然是没问题啊，因为冠军当然要庆祝，那我们当然希望把我们最好的产品跟我们所有的球迷一起来分享冠军喜悦。